雲林斗六路邊的停車格因為搶傷了錢，舊年底解約就暫停收費。一個知影這停車免錢，路邊就墊幾排，攏是甲車位當作私人車庫的人。目前公所是已經招標找到新廠商，7月開始路邊停車就要閣繼續收錢啊。一個在來到斗六市公園路路邊的停車格一直攏停啊滿滿。舊年底斗六市路邊停車收費搶傷，因為了錢轉中止合約。 導致今年到目前攏暫停路邊停車收費，有民眾就反映，定找袂到停車位。有收費，我無停車，無啥停啊。無收費的。我忙啊。最主要收費是杜絕一寡迄種長期人霸佔的啦，對無？係啊。講啊，整個交通甲動線較袂大家黑袂停啊。斗六市公所表示，經過重新啟動招標作業，已經找到委外廠商，繼續路邊收費服務和管理。 而6月中旬，政府嘛已經和4大超商簽訂代收的合約。斗六市公所嘛宣布，將於7月1號重新啟動路邊停車收費。現在沒有收費之後啊，幾乎很多的路段哈，所有的車子都是滿的哈，幾乎都沒有車子啊可以停。民眾也一直在詢問哈，所以斗六市公所我們決定啊，在7月1號恢復全斗六市哈1497個，總共24個路段哈的停車收費哈。 斗六市公所就講，目前各路段收費由每天下晝8點到暗時8點，停車1點鐘20塊，會以人工開單的方式夾單來算錢，會當透過納錢的機械行動支付和超商來納錢。而所在斗六後火車站，閣會來增設267個停車位，按說明年底全斗六市會完成總共3000個停車格，要來減少違停的亂象。公司新聞王偉雄為你報道。